如果你最近乜都唔順利，頭頭碰着黑，轉嚟轉去啲工好快，試用期都過唔到，或者係兜兜轉轉換嚟換去嘅工都遇到一啲好煩、好討人厭、同類型嘅有毒嘅同事、老細或者合作夥伴，你可能喺靈魂暗夜。歡迎大家翻到嚟聽做嘢，靈魂暗夜講緊係你咩都會好唔順利嘅。好有強烈嘅自我懷疑啦，成日覺得哇，我係咪呢樣嘢做得唔夠好呢？但係你如果真係去問你嘅同事或者你身邊嘅人，佢哋都會答你，唔係，你 OK，你做得幾好喎。咁但係呢一種嘅狀態咧，會不斷重複，直到你發現我而家嘅人生方向係咪要有啲調整呢？呢個就係靈魂暗夜啦。靈魂暗夜點解出現呢？我哋每個人都有人生嘅藍圖、人生嘅使命。當你偏離呢個人生嘅使命、人生嘅軌道嘅時候呢，宇宙會派呢一啲好唔順利嘅經歷俾你，不斷將你所有路都塞死，塞到你就知道自己要轉一條路行為止。呢個就係靈魂暗夜嘅發生啦！恭喜你！如果你淨係經歷緊靈魂暗夜，咁代表你係時候發大財啦！當你透過靈魂暗夜慢落嚟，調整好你人生方向，當我哋行緊人生嘅使命、人生嘅藍圖嘅時候呢，所有嘅錢、人物或者資源、機會呢，都會非常順利咁樣呢俾你吸引過嚟，或者好自然喺你需要嘅時候呢就會出現嘅。咁當你唔係行緊人生使命嘅時候，所有嘢都會好棘啦。佢唔係為咗嚟懲罰你，而係想你揾到你嘅初心。咁所以，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嘅人生藍圖應該點樣行，歡迎你嚟到揾我。我係你嘅人生藍圖設計師，香港嘅身心靈導師 Joey。